tomato 炒豆腐，出菜了！紅菇，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牽條，兩隻照相叫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再見！阿爸，阿妹冇豆腐卡，俺注意食飯好冇啊？哦，好吧，去餐廳。等一下，唔過阿爸要帶進阿妹，一聽我煮飯半夜能食，所以俺能係豆腐卡食啦。阿爸，你要煮飯啊？細姑，俺好講笑，阿爸係一個熱等強嘅太總鋪呢。等一下，你能都低了。有人嚟解啊？我咪唔知呢。熱等強太總鋪出菜了！哇，好多菜哦！阿爸今天是等強嘅太總鋪，耶！阿爸，你係乜解呀tomato 炒豆腐。你辦呢？豆腐炒 tomato。有乜嘅無窮款？無窮款，一個係 tomato 較多豆，一個係豆腐較多豆。明明就是一樣，還說不一樣。給多少嘛？一等強太總鋪出菜了！買豆腐，拜託。來，夾豆過來，來，你能看阿爸煮無窮款嘅菜了。又係豆腐。阿爸，你有無窮款？無窮款啊，俺要煮 tomato 豆腐湯。阿爸跟你能講哦，tomato 跟豆腐係阿爸親好食嘅東西哦。不過乜個時節，俺那就食到 tomato 還有豆腐，俺我闺女真歡喜。可是阿爸，我記得世界上還有別的菜啊，像是玉米啦、香菇啊，或是芋頭。像啊，還有吊菜、番薯、花菜、風菜、玻璃菜、鹹菜呀。好啦，我知咧啦。冇安尼好咧，人嚟加菜，添披薩好冇？加菜。好。喂，正好食披薩店喎。嘿，瞧，我添一個泰披薩。冇該。安尼就添一個 tomato 豆腐披薩好咧，到哪裡哦？冇啦，你買 tomato 豆腐披薩啦。姑，世界前衛太嘅英雄，輸我出看了咧。我都需要。冇問題，菜來了。等，係幾兩個？我冇好食幾兩個。等，睇披薩。我冇好食披薩啦。等，睇漢堡。我冇好食漢堡。這個超人記得來睇笑，我想食豆腐。請用我嘅幾個超人，聽朝未完成佢嘅節目。想我食豆腐冇問題，我就做豆腐。等。那豆腐很硬啊。買菜喲！買菜喲！買菜喲！買菜，覺得喺我把落買菜，
这样就不用每天吃番茄和豆腐了。买菜哟！老板，请问你有哪些菜？乜雞都要，都希望토마토同豆腐。哇，等好呢，安尼你就乜雞？我要包小香菇、吊菜、花菜。哇，包小香菇、吊菜、花菜，等好呢，我去翕我爸來賣，嘅豆來賣喲，賣菜喲，賣菜嘅來了喲，賣菜喲！爸爸，快點，有好多菜哦！慢慢賣菜喲！很好先生我買到香菇、包小，也係花菜，攏當吃喲。怎麼冇tomato跟豆腐呢？都希望tomato同豆腐啊。安尼我買乜雞呢？細姑誒，安尼你講啦。爸爸，人家想吃玉米，還有香菇、茄子、花菜也不錯啊。阿爸，我們買一些回去煮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係啊，炒包小、炒香菇、炒吊菜、炒花菜，細年食了都唔愛炒你啊。真緊嚟好啦，安尼我就買一些包小、香菇、吊菜，還有花菜。終於不用再吃番茄和豆腐了，咕，世界真偉大嘅任務，數不出看來咧。我肚瀉癢啊！冇問題，菜來了。等等，係幾兩個？我冇好食幾兩個啊！等等，睇披薩。我冇好食披薩啦！等等，睇漢堡。我冇好食漢堡啦！這個超人給得來擔心，我想食tomato啦。種tomato。謝謝賣菜的人啊！家庭是就包小、香菇、吊菜同花菜，是得是咯。出菜了，食飯了。Yes， 炒香菇，炒玉米。Yes， 炒吊菜，炒花菜。Yes。正，第一盤tomato豆腐炒麵。第二盤tomato豆腐炒米粉。第三盤tomato豆腐炒飯條。又係tomatoกับ豆腐，還攏係一條阿爸，你剛剛買的玉米、香菇、茄子，還有花椰菜呢？哪裡去了？覺得我仲係唔要煮啦，我都該全攞來嘅菜拿來炒呢，太假食了。按醬菜沒有關係，吃得飽最重要了。吃飽親像哎呦，真歹勢啦！冇安尼好咧，聽講我都去買食譜，將來研究，可以選煮包小、香菇，還有花菜。乖，唔過這邊呢，大家係嘅新鮮tomato跟豆腐哦。阿爸，你不能再騙我。
真的要去买食谱哦。好，讲到做到，先来食派。来，是袋토마토。来，是袋豆腐哦。椰頭捱角，我係太廚師齊偉，我係西廚手太姑，太廚師西廚手上台一鞠躬。請問太廚師，佢邊有準備乜嘅食材？今日有香菇、姜麻，還有蔥誒，又係菱角，還有太老皮咧。太廚師，香菇，姜麻，蔥。人參、白菜頭，到底我做乜嘅菜呢？同看啊！同看，同唔到呢？我條條老唔講，我愛煮雞湯。哦，雞湯啊，我煮雞湯。雞湯，救命啊！我講笑的啦，其實我做的係長菜湯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， 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紅菇係好朋友，一隻大牽條，兩隻走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！